什么要写左岸？左岸因为它意味着随性，然后比较蓝领，所以这个河流切割了左岸右岸，也把贫穷、富裕这样的两端做一个时间的凝视。那河流对我而言，它意味着时间，意味着冲刷人的感情，所以也意味着伤口的洗涤。所以用河流的意象贯穿整部小说，跟小女孩的眼光去凝视这条河流。真的，我后悔报复起家。